讲到即摆科技已经有华语的语音系统啊，也若讲到台语的部分咧，即摆有一间科技公司要做一个台语语音辨识加语音合成系统。若准备晓写台文字或者是罗马拼音，用华语甲系统问一个 app 就会回答你，而且这个问题也晓讲台语。公共电视台台语台有意思。甲这个 LINE 的 APP 点开开，试录音，开始讲台语，免5秒，系统就发图辨识录音的内容，是显示罗马拼音和台文汉语。若袂晓讲台语，拍华语的字句，系统也会当用台语讲互你听。我食饱。设计这套袂输台语版 Google 小姐台语语音辨识系统的团队，共达3个人，其中带头的是今年才30的施成宏，伊对交通大学资工系毕业，原底台语一句话拢袂晓讲，因为伫咧学校受到客语学院的刺激，转下定决心要甲家己的母语找回来，用家己的专长写程式、说台文。我就是有去上语言所的课，啊有去中间伊做研究助理，语音的物件嘛，台语的物件。这个记录就是文化部用文化部的补助来用买新闻、广播连续剧，互电脑来听来学，加起来差不多200点钟左右。施成宏讲，建立语音合成和语音辨识系统，要收取大量的台语思虑和录音档案，再搁先互电脑学台语，训练伊的判读能力。听拍台语文的过程，团队的成员也拄到一寡真好克服的问题。较常拄到是讲迄个虚词，像讲会记字，但是其实伊虽然拍会记字 TSIT， 但事实上可能对方已经念作会记字啦，伊已经变啦。已经音变，伊就是字咧会带过来，迄有规律性的。阮就由原照书写的关系去书写。民间足侪套系统，所以阮有当下看，想讲，伊真若对着教育部罗马字大概是写啥物？那上好就是有时嘛是会超影片啦。一摆拍足长的，拍几句嘛会使，像安尼。免拍台语的声调，而且会当直直拍，免长句，系统也会晓自动记忆，甲拍过的人名、甲外来词拢记起来。团队笑讲，这套上新研发的台文拍字系统，经过伫咧教育部台湾别人语拍字系统的基础顶悬，会当讲是伊的升级版。是真正是欢喜，毋但是讲公司，这是公司的产品，所以欢喜是讲哦，原来做这物件是真正有人需要，就是台文是一个即马阁算是。无介侪人知影，无介侪人接受的物件，但是就是看到讲哦，大概是足需要，足希望有一个台文的软体让用，对，感觉足欢喜。3个人的科技公司上少年的工程师，今年才23，拢因为对这片土地语文有感情，家己学，也望未来会当继续得到文化部的补助，而且找到企业合作，缩短时间，自动听拍台语的语音辨识系统，扩大台语 AI 的发展和使用率。记者阿敏、金林、昆明综合报道。